親愛嘅天父，我哋以哥林多前書第2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哥林多前書第2章主要記述保羅佢延續於上一章哥林多前書嘅第1章，一直去到咗第4章，總共4章嘅聖經都係喺度講述教會唔應該分裂嘅問題，係有關教會紛爭嘅問題。而喺本章佢首先交代咗乜嘢係真正嘅智慧呢個重點。點解佢要先講智慧呢？因為哥林多係屬於希臘嘅地方，希臘人最重視嘅就係智慧。喺上一章哥林多前書1章22節，猶太人要的是神蹟，希臘人求的是智慧。希臘人嘅智慧就係我哋今天所謂嘅名嘴，又或者 KOL 能言善辯嘅意見領袖，佢哋嘅智慧係屬於高言大智嘅智慧。高言係指到高超嘅言辭或者發表，大智係指到深奧嘅智慧或者哲理。當時哥林多人佢哋係以優雅嘅言辭同埋卓越嘅推理名聞於世。如果有人佢嘅言辭華美出眾，理論風格卓絕，大家就會講佢係喺度使用哥林多嘅言辭同埋技巧。保羅如果唔先解釋呢一方面，佢哋並唔能夠完全明白保羅跟住所將要解釋嘅智慧嘅真理係並非佢哋心目中所想嘅嗰種智慧。保羅亦都要讓哥林多嘅信徒明白，佢哋相信福音，因而因信稱義同埋重生得救，所得到嘅係邊一種智慧。明白咗呢一點，對於減少佢哋嘅紛爭同埋嫉妒係極為重要嘅。本章嘅第一段落第1至到第5節，保羅回想佢喺使徒行傳第18章佢嚟到哥林多佈道嘅時候嘅情況。喺本章嘅第1節，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講神的奧秘。第2節，因為我曾經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點解保羅係定了咁樣嘅主意呢？點解佢決定唔用高言大智去講論呢？有學者認為係因為佢喺使徒行傳第17章喺雅典嘅時候所吸收嘅經驗。佢發現假如佢係帶着自己嘅自信心，用頭腦嘅知識、聰明同埋辯論嘅技巧同埋口才去講論福音嘅時候，即使佢係講得非常之好、非常動聽，福音所能夠起嘅作用十分有限，因為人都係只係喺頭腦上思考佢嘅論點同埋演說嘅技巧，福音嘅真理係並未能進入人嘅心靈當中。就正如使徒行傳17章21節所講嘅，原來所有的雅典人和居住在那裏的外國人都無暇管別的事，只是談談或聽聽新聞。嗰度嘅人都只係將佢演說嘅內容當作茶餘飯後嘅新鮮嘅事物聽聽說說，就係俗語所謂嘅吹吹水，並非認真。喺本章嘅第2節，因為我曾經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意思就係唔再講求演說嘅技巧、辯論嘅技巧同埋高深嘅內容，只知道就係相信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就係相信呢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本身就係有能力嘅。喺本章嘅第3節，我在你們那裏時，又軟弱，又懼怕，又戰戰兢兢。原來當人嘗試放棄自己原有嘅能力同埋技巧嘅時候，往往有種不安嘅感覺。主耶穌亦都明白並且同情保羅嘅處境同心情，所以喺使徒行傳18章9節特別提到，主耶穌喺異象中向佢顯現，去鼓勵佢不要怕，只管講。保羅所採取嘅係完全信服同埋跟從聖靈作出佢嘅講論。本章嘅第4節，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語，
而是以聖靈的大能來證明。當時喺哥林多係有人批評保羅嘅，喺哥林多後書10章10節嗰度話佢氣貌不揚，言語粗俗，係足以證明保羅喺哥林多的確係冇依靠高言大智，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語去傳講福音。本章嘅第5節，為要使你們的信不靠着人的智慧，而是靠着神的大能。以上係第一段落，保羅介紹咗佢喺哥林多傳福音嘅工作，亦都可算係佢自己嘅一個親身見證嘅引言。佢嘅目的係為咗乜嘢呢？佢嘅目的就係話，一切都並唔係靠人嘅，人喺其中並非有能力去起任何嘅作用。佢隱藏嘅意思就係咁樣，點解仲要高舉人呢？點解仲要分黨結派呢？本章第2段落第6至到第9節，保羅將世界嘅聰明智慧同埋真正嘅智慧係作一比較。喺本章嘅第6節，然而在成熟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有權有位將要滅亡的人的智慧。喺呢度，今世的智慧就係喺物質世界去解決問題嘅聰明同埋智慧。今世有權有位的智慧就係喺呢個世上去追求權力、地位同埋利益嘅所謂聰明同智慧。但係呢啲聰明同智慧同埋佢所造成嘅結果都係短暫嘅，所以保羅又稱呼呢啲係將要滅亡的人的智慧。保羅繼續去講第7節，我們講的是從前隱藏的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智慧。呢度嘅意思就係人能夠透過福音所得到嘅，係能夠與彌賽亞主耶穌基督係結合喺永恆嘅榮耀當中嘅狀態。得到咗呢啲先至係真正嘅智慧，世上嘅所謂智慧係無法相比嘅。喺本章嘅第8節，這智慧今世有權有位的人，佢哋係自以為保守咗自己嘅權力、地位同埋利益，沒有一個知道佢哋其實係失去咗永恆中嘅榮耀嘅身份。若知道，他們就不會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喺將來，當一切事情係按照聖經所預言嘅應驗嘅時候，所有嘅人，包括咗相信主同埋不相信主嘅人都會睇見。就係本章嘅第9節，如經上所記，係以賽亞書64章4節，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到時呢啲今生自以為有智慧嘅人，將會極度失望同埋羞愧。到時相信咗主耶穌基督嘅人，亦都包括咗今天嘅我哋，將會係詫異、驚訝自己所得着嘅，竟然係如此嘅榮耀。真假嘅智慧嘅分別就在於此。最後本章嘅第3段落第10至到第16節，保羅係去解釋點解呢啲事有啲人就係相信咗主嘅人，佢哋係能夠明白，另外有啲人卻係完全唔能夠明白呢？分別就只在於有聖靈或者冇聖靈嘅分別。喺本章嘅第10節，只有神藉着聖靈把這事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保羅繼續解釋呢個道理，喺本章嘅11節，除了人裏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意思就係你嘅心思意念、情緒、想法，由你嘅外表係冇辦法睇出嚟嘅，別人亦都唔可以單靠頭腦上嘅智慧分析就能夠明白。邊個先至能夠清楚知道呢？唯有你自己內心嘅深處，就係你自己嘅心靈係最清楚嘅，因為嗰度係你一切動機嘅所在。喺本章嘅11節繼續講，照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意思就係唯有聖靈能夠將神嘅真正心意話俾我哋聽，教導我哋。
咁樣就將人分成咗兩類，一類係屬於世界嘅，佢哋嘅心靈係世界的靈；另一類係屬於神嘅，佢哋嘅心中係有聖靈嘅。喺本章嘅12節，我們所領受的不是世上的靈，就係嗰啲講求解決物質世界嘅問題嘅智慧，以及呢個世上追求權力、地位同埋利益嘅所謂聰明同智慧。喺本章嘅12節繼續講，而是從神來的靈，就係聖靈，為使我們知道神把恩賜賞給我們的事。第13節繼續講，我們也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語，而是用聖靈所教的言語，用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呢度聖靈所教的言語並唔係好深奧嘅，亦都唔係指到講方言嘅嗰啲奧秘嘅講法。其實意思就係，我哋並唔係靠頭腦嘅聰明智慧想出嚟嘅說話去講，而係緊緊咁跟從聖靈講佢所賜俾我哋嘅說話。主耶穌亦都曾經作出過咁樣嘅教導，喺路加福音12章11至12節，有人帶你們到會堂、官長和掌權的人面前，不要擔心怎麼答辯，說什麼話，因為就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該說的話。喺呢度屬世界或者屬靈嘅人，佢哋去聽神嘅說話嘅分別，保羅就引申出咗呢個現象，係蘊藏着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嘅，就係本章嘅14節。然而屬血氣的人不接受神的靈的事，他反倒以這為愚拙，並且他不能了解，因為這些事唯有屬靈的人才能領悟。呢度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能夠有效地去篩選出嗰啲屬於神係可以拯救嘅人。正如主耶穌所講，凡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嘅人，並且佢哋能夠相信福音，得着聖靈嘅內住，就成為咗屬靈的人。保羅繼續講，本章嘅15節，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他。保羅係話屬血氣嘅人，佢唔能夠判斷屬靈嘅人嘅理由係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佢係有神嘅靈，而屬世界嘅人係沒有，心中既冇聖靈，亦都冇資格去判斷屬靈的人，因為佢冇明白真理嘅能力。但係接受咗聖靈重生得救嘅人，就能夠判斷萬事，亦都能夠明白神啟示佢哋嘅真理。保羅係要表達出呢種屬靈嘅智慧係比世上所有嘅人嘅智慧高超嘅，係喺另一個層面之上嘅。本章嘅16節，誰曾知道主的心？誰會教導他？呢度係引自以賽亞書40章13節，係指明基督嘅智慧係超越嘅。喺本章嘅16節繼續講，至於我們有基督的心。唯有藉着聖靈與基督聯合嘅人，包括咗今天嘅我哋，先至能夠懂得基督嘅心。屬世嘅人所不明白屬神嘅事，屬靈嘅人因為有基督嘅心，所以我哋能夠明白。我們有基督的心，亦都就係馬太福音11章29節所講嘅一種生命質素。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亦都就係腓立比書2章5節所講嘅，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呢個亦都正係我哋正在追求學習嘅榜樣。本章一方面，保羅係說明咗本章嘅第2節，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有屬靈嘅眼光嘅人就能夠睇見，就係本章嘅第8節，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結果就係跟從主耶穌基督嘅人，最終大家都會得着耶穌基督終極嘅榮耀。呢個完全係神奧秘的智慧，係神深奧的事，係人嘅天然嘅感官同埋領悟力，包括眼、耳、觸覺、頭腦所冇辦法知道嘅。
喺本章嘅第10節，只有神藉着聖靈向我們顯明，我哋先至能夠看透。亦都就係保羅從佢過往佢嘅法利賽人嘅背景，當佢醒悟過來嘅時候，係佢自己嘅經驗之談。另一方面，保羅亦都係講出咗聖靈啟示嘅中心，就係我哋都已經聯合咗喺主耶穌基督裏邊成為一個身體呢個意義。既然一切都係同出一位聖靈嘅啟示同埋教導而嚟，並且最終大家都會同樣合一嘅狀態當中，得着基督終極嘅榮耀。咁保羅呢度想要提出，點解喺當時嘅教會仲要爭論誰為大，分黨結派又有乜嘢意義呢？點解佢哋仲要提出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嘅分別呢？喺本章聖經，保羅係解釋咗屬靈嘅智慧，係解釋得十分透徹，讓今天嘅我哋作出深入嘅反思。我哋今天所追求嘅係世上嘅智慧呢，定係屬靈嘅智慧呢？默想祈禱，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